中美貿易戰越打越激烈，避險情緒推爆金價，黃金單日升咗差唔多100蚊美金，最高衝上3090。雖然特朗普話對部分國家嘅關稅暫停90日，金價一度跌返30400，但中美關係惡化嘅跡象又浮現，金價止跌回升，仲破咗全日高位3099.3，最後收喺3082.55蚊。市場而家好緊張今晚美國3月 CPI 數據，因為呢啲數字可能影響聯儲局嘅貨幣政策。市場預測5月降息0.25% 嘅機會得17.3%，投資者開始擔心滯脹風險會唔會加劇。黃金突破50天均線後，反彈勢頭好勁，連續衝破5、10、20天均線，後市睇好，仲有機會挑戰歷史新高。大家可以密切留意阻力位3100至3115呢個區間，而支持位可以留意3068至3053呢個區間。以上分享只係技術分析嘅觀點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大家要自己衡量風險啦。